我有想到，就是我进前录音无成功，其实我会当试看觅，但是就是用放 YouTube 的影片，试看觅有声音无。其实我会当先试，但是可能嘛，无想到啦，因为想讲考试讲，因为第一届录的时阵咧，一直去检查讲到底音有录起来袂。但是第二届就今仔日就是较考试，想讲应该是无问题。实在是我家己会当做实验嘛，看伊有甲影片的声音录起来无安尼。搁讲转来，就是讲，有讲自信，自信其实毋是讲我即马台语讲啊偌好，比啥物人好，排第几名，是讲我即马有一个地位，讲是一个头人啊，即种较表示讲我台语好，其实毋是安尼，就是我家己认为我台语好，我台语就好。我认为我就是台语无讲较无好，我就是讲较无好。自信其实就是家己认为家己安怎。像我即马虽然讲台语无讲诚好，但是我会想讲我未来会做好诶。我有即种自信，因为别人可能伫无面白种嘛，去趁钱啊，去交朋友啊，去找感情啊。但是我就是讲，会一直伫坚持。你若坚持，台语嘛毋是讲逐家会抢来讲我要进步诶物件。变讲若是时间放较长，当然我应该就是会走较头前安尼。所以这就是一种自信。若是有自信，自信是为心内心来的，就是我互家己啥物，我认为家己好，我家己就会好。就算即马可能，当地学无讲上好，但是我相信我未来就是会比别人搁较好，就是安尼。钱嘛是共款啊。我若钱就上清楚，就是钱即个代志。你感觉你有钱无钱？每一个人拢会讲家己无钱，就亲像讲会感觉家己大颗安尼。奇怪大家拢无钱，到底谁认为家己有钱？其实就是安尼，大家拢会感觉家己无钱，钱无够用，家己真瘦。就算讲趁比我较济人，嘛感觉家己是瘦宝宝、瘦食人。即种就是心理的感觉。所以讲，今仔我若认为我是有钱人，我钱诚济，我想讲，我以后就是嘛毋免讲以后，我即马就是有钱人。我相信我的钱会愈来愈济。钱是安怎变济？这就是交互上天来处理啊。无一定，无的确我买股票会大起嘛，无一定啊。嘛无的确是安尼。反正就是我若认为家己会做有钱是一个好野人，我就会去创造我好野即种事项。这其实毋是讲好笑的。我认为这就亲像讲，每一个人拢存款无法度安尼比啦，存款来比的排名，其实奇怪毋是安尼呢。有诚侪好野人，诚侪钱啊！一个月趁足侪，伊嘛认为伊是善赤人，钱无够伊也袂当讲善赤人，伊会认为伊钱无够用，趁无够济。这就是一种内心的安全感啊，就是用感觉来其实来决定一切。所以即摆我嘛是会调整家己的想法。
无亲像以早就是会去怨叹，也无就是讲依赖别人别人爱对我好我较未来较有希望，即摆较有希望。主管爱欣赏我即个人我即个人我的工课较有前途爱甲我欣赏。这就是其实这观念毋是我一个人有诶，其实大家拢带有即种观念甚至讲有一寡互受欢迎诶人啊，什物邓惠文啊，阁啥，其实因传达出来物件嘛是安尼啊。所以讲，这社会你若要过得快乐，真正就是爱去追求家己对家己诶肯定，莫听真侪真成功诶人，伊做啥嘛成功，伊写诶册嘛真好看，但是无一定讲会使你搁较快乐。伊可能会讲这就是讲爱有一寡技巧啊，你会爱什物时阵抓准时间去表现啊，互主管发觉讲有一个才能伫遮。等等的但是无拄着即种好代志，还是讲较含慢的人，就会怨叹讲其实是有机会的，是我无拄着，是我无把握着即种好机会。即种想法颠倒互人真艰苦。即摆若讲换一个想法，就是大家拢去追求的物件，无一定就是会有即个价值需要去追求。我嘛会使讲我即摆来学台语啊，讲台语啊，也无写一寡台语的物件、台文的物件。即种大家拢无注重，但是若是互我心内有感觉讲真好，我嘛袂痛苦讲，哪会无人去称赞啊？奇怪咧我若无即种痛苦忧愁若拄好拄着，佫会使拄着一两个我讲的话伊听有，伊嘛会注重，伊会想讲你哪会想甲遐深？我著和迄讲台语的阿母讲，甲因仔讲台语的阿母讲，我嘛是伫成长，因为以早的想法只是使我这人真痛苦。除了痛苦，其实我阁有无奈，我无法度去改变一寡代志。即摆我著去找一寡互家己有力量。学台语真正是变甲较有力量。虽然讲台语嘛甲我进前写的小说共款，就是较无人去注重嘛，无人去追求嘛，无人去重视。其实是共款的物件。今仔其实我若去写小说，毋免想讲有人会去看，其实我嘛是有力量。只是我写小说以后，就想要去铺文嘛，希望讲有人会听有我小说内底讲的物件，会介意我的男主角。这是无法度啦，因为我写一个戏剧，这戏剧若无观众，其实嘛是会感觉足虚伪的。但是学台语这件代志，佫无共款啦。毋免讲我今仔讲台语，佫爱有人去听我讲台语。我都毋是讲脱口秀，嘛毋是唱歌戏，大概爱有人来听。我较会感觉讲我准备遮久。我表演较好，安尼无人欣赏。因为语言的物件，就是家己去学，家己知影讲有有落过下过一寡功夫，有可能有投资。以早讲啊无好势，即摆有讲啊较好。有一寡力量，佫有去推杀。其实推杀过程，你都毋免。就是这心态，就是爱正确。若讲看别人无重视，你就足气足硬的，安尼就毋免啦。其实我
会使讲以后台语较好，我会使做一寡台语的物件影片，但是无人去看，爱注意不要紧，吼。有一天有缘分的人，缘分若到，时机若到，都有人会去看。嘛足侪讲做台语的物件，几年前做诶，做发觉讲拢无人去看，都无做啊，都去做别，可能推销别种物件是安怎嘛毋知。伊就感觉讲，一人做拢无人去注重，做寂寞做稀微的。我以后若讲真正讲台语有一个程度，想要去做一寡物件，一定嘛是会拄着即种状况。做用心做诶，奇怪，咱无人去看是安怎？这就亲像讲，我即摆用台语讲日记，但是我就是讲，拢凊凊彩彩，就放一张相片，无开啥物新货，无去做努力，所以讲有人看，无人看。虽然讲，拢无人看这项，无人听啦，因为嘛无啥物影片会当看。但是因为我嘛无讲付出诚济，所以讲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一个就袂记啊。但是若讲以后我诚用心去做，去开时间，搁去找资料，搁去投资迄做影片，就亲像讲我后来写小说，嘛写甲做用心，一直改，搁去找资料，搁去平台，搁逐工讲我一定爱紧去铺文，无就有重要代志无做。迄个时阵我有付出以后，我就变讲我的心就会去求嘛，会有去期待。这拢正常的。若讲开一寡新会，去做诶台语的台语的作品啦，毋管是甲人教，还是讲去推销，还是等等啊，你若讲有付出，你就希望讲有人会看到。但是你有可能就是拢无人看，你嘛毋知为虾米，这拢有可能的。就亲像讲，到底写小说迄作者嘛是哭甲无白使，讲安怎安尼？我遐用心，结果大家就是看无看，有看无看，拢无差。实在是安尼啦。即摆小说就是甲台语共款啦，有学无学，有讲无讲，有听无听，拢无差。因为对生活袂讲有正重大影响。重大影响当然就是甲钱有关系，甲薪水，佮有即摆疫苗嘛。所以这就是较大家较有兴趣，因为大家拢会注重。若今天若即摆无疫苗会当做，就变讲拢足无方便。即摆若拢无钱会当开嘛，变啊足无方便。即摆若讲台语拢袂晓讲，无差，真正无差，你就讲华语就好啊。就亲像小说，奇怪，为即摆开始拢无人写小说，其实有人有差嘛，其实嘛无差，真正。所以我就知影讲，我即摆伫做诶物件，拢是即种物件，就是讲会注重诶人，就是伊啥物拢有够啊，钱嘛有够，啥物嘛有够啊。伊追求伊诶内心，伊希望讲看到一个小说，讲甲伊诶心情，有甲伊诶心情有做相像。伊可能就讲这小说是伊一世人诶好朋友，伊拄着啊，这有可能。若无伊咧，无伊就是无去，就是无去啊。以早甲老爸老母迄种记忆啊，是讲老爸老母传互逝世，但是都转去啊。这转去就转去啊嘛，真歹找转来。就变讲，这到底是重要无重要？就是甲这个人有注重无注重，伊的眼光放伫倒位，放伫趁钱，放伫
是细囝儿、查某囝是有成就的，功课诚好，到底囥伫倒位，拢有关系。所以讲，我即摆做诶代志，真正就是安尼。所以我毋免去问人讲，为虾米有嘛好，无嘛无差，哪会使安尼？袂当怪别人，因为我即摆做诶物件就是即种物件。我若今仔日教人要安怎讲创业、趁钱、变有名，做啥物网红变甲诚有名，安怎经营家己诶网站、家己诶社群媒体、社群平台，当然都有诚侪人有兴趣，而且对伊来讲有差。但是这就是物质世界诶重要物件。但是我即摆我追求诶物件，我较有去经营诶物件是足内心、遮内心诶物件。当然袂当做饭食，就是袂当做饭食诶物件。但是我认为这是重要诶。对我来讲，我会去做这应该就是我即摆就变是心灵较重心灵，所以我会去做这款代志。